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你看到青島嘅老社區，都有歷史，都有故事哦。呢啲歷史老故事透過後生人落到社區地度，希望做啲創造新嘅生機、新嘅生命，也係講本老輩人喺哪裡認識了安這嘅文化。所以以下所謂嘅社區創新嘅話題係東西行，香港呢會結合在地嘅大學來做青島嘅田野調查、老研究。你基本人呢繞牆道，你係算係社會嘅新鮮人，唔過呢佢投入你社區嘅創新，要到時間你後生人吼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你以下是來分享，你係你哋做會團隊嘅負責人來分享李博翰。大家好，乃黑那個做火的負責人博翰，然後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哇，博翰你係沒有你客家人係嘛？嘿，好，一下出點啲桃園八德嘅也嘅小李也嘅社區哈，也算你係做為天一年嘅時間。今年算第2年，從去年的差不多也是5月的時候我才進去的，然後之前是老師他們就有帶學生，然後進去做一些田野調查跟資料。要做一個計劃，就是做一個這個社區創生的這個計劃。要個計劃哈，要回到你大學畢業以前，你還畢業2年咩？嘿，你估說你真的是社會新鮮人。2年以前你啲投研嘅元智大學，對，第一大 V， 你怎麼會進入這個社區創生的團隊？是不是它叫 eGrant？好，這個團隊是怎麼樣？你怎麼進去接觸的？就是學校它有一個 USR 計劃，就是大學的社會責任實踐計劃，然後他們創立這個醫軌工作隊，主要就是想說讓同學可以透過這個工作隊去接觸桃園在地的導覽相關的資料，然後透過培訓之後，他們能夠向遊客去轉譯這些資料，介紹給他們。然後我那時候會進去，也是因為他們有辦一個活動，是在龍崗那邊清真寺的活動，4天3夜的。然後在那個活動的當中，我才接觸到就是跟龍崗那邊的歷史文化比較相關的，然後還有結束之後去大家的家庭裡面，那邊有那個清真寺，然後就會有那個叫什麼，就清真家庭他們，然後我們就去吃他們家他們做清真認證的食品給我們吃，然後還有另外隔天就去別的，去那邊是滇緬民族，所以我們就去一些姐姐他們家，然後吃他們做的那個雲南滇緬那種大盤菜。哇！對，我就覺得那個體驗好好吃，是不是？東好食係嘛？透過食東西要體驗佢哋嘅文化哦，你點都嚇到你哦，因為你本來是算是這個財經理工科的，但是這個講到這個好像跟文化比較有關係，反而讓你很有興趣的係嘛？對，就是不是理工科啦，就是文組的啦。哦，你也是文組啊？對啊，文組的那個財務金融這樣。哦，財務金融哦。對，就是可能跟現在在做的事情比較卡某雄頭，比較沒有關係。但是我覺得，就是對這件事情有興趣，可以不用局限說，可能自身要什麼科系，然後你之後的工作就一定要往什麼方向去做。然後我自己是因為在實習的時候，我是到那個會計室裡面去做實習，然後我覺得那樣的工作流程或者是工作的環境沒有到那麼適應，所以在退伍之後，老師才有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就是學校還想在除了龍崗，我剛剛講是龍崗嘛，還想在小李這個點去做社區的事情，然後我才接下來這樣。哦，你就給聽，過去你自己就有組為一個團隊，你現在是這個做會這個團隊的負責人。負責人意思就是講頭家，你負責講，來一下大家哈，來拜託天數來做某些事情，好不好？對。所以是一個 CEO 的概念。算是啊，只是沒有什麼錢的 CEO。你看，裡面人講到社區嘅創生，大家會想到他的文化、他的故事要把它保留下來。那如何用一個創造一個有生命力的，或是有一個新的動機，讓大家會想要進來？所以這個做會團隊呢，你們是怎麼樣的緣分把你們聚在一起？目前的話都應該說都還是比較偏向是我主動去接觸這些在學校的學生，因為我現在的空間成立完之後，
我第一个想要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同学有像我这样的经历吧，或是经验。就是我在去年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对于整个比如说要做计划，或是要怎么把这些文史资料转化成可以让人家体验的活动，也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然后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认识社区，然后去执行看看，我觉得对大家的成长历程来说是蛮好的。所以我现在的目标都是想往源自方向走，就是拉更多的同学，让同学他们知道说我们在校里有这个空间，然后这空间是有趣的，就是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很无聊，一定只能讲文史或是只能讲导览，但是大家可以办一些比较有趣的活动。对，我现在都是去跑班宣传，然后才找到那个现在的其他负责人。鸭就讲，欢迎荣誉校友，我们的学长回来了。没有，去老学弟妹这样宣传。是我跑那个认识的教授的班。就是因为学校有，你还是他们的学长啊，黑某，你是原治毕业的，对啊，就好像回到学校，好像带他们看到以前的自己，希望别人给到给飞，接触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么有趣，才会有一个开始。顾寿原本带你接触的这个主任，你还是跟主任有保持这样的在合作上的关系吗？有，因为我现在就还是在挂在那个 USR 计划底下，就是我兼做 USR 他的助理职，然后有其他学校的行政事务相关的要处理，然后我再另外做我那边的事情，因为这样薪水比较稳定，比较对啊，因为去年单纯只做计划的话，那个生活费或什么其实不太够。故事我刚刚你讲到 USR 这个 U 呢是 University 在台好，那个 S 就是 Society 社会的然后 responsibility 责任嘛。故事按呢你还会同后稿就是有一点产学的合作的概念，还是做学校的研究，勾你自己在经营的团队把这个社区做得更好，对吗？应该说是计划的目的想要偏向产学合作，然后。因为像企业也有 CSR 嘛，他们就是企业挹注资源或者什么进去，那学校就是它也 USR 也是希望说让学校把资源也挹注到他们邻近的社区里面，达到大家更好的目标。对，所以比较偏向是想要让资源多的能在社区里面，然后让社区可以接触到这些外部的资源，让社区可以一直往前发展，这样。跟你该同时向未来组一个团队，接下这个主任邀请，然后就接下这个任务了。然后你自己组团队，你怎么会选奏会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一开始想的时候，最一开始发想的时候是我想要找多一点人，就是一起的那种概念。然后对 Q 哈，然后另外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那边校里算是闽客混居嘛，我在的那一块是客家人，姓金仲中的，然后前面那一块是闽南人，姓李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会不会把名字就拆成有个元素，就是把伙房的这个字的火放进来，然后做火也是我坐落在这条大伙房街上的意思，因为我那个所在的区域在那个街道名称叫大伙房街，对。按你懂后机呢？对啊，但是做火在哪里？就是大伙房街，按你黑吗？只是很容易撞名，对啊，因为大家都想到这样。不过黑个有按你个想法，天天去走，你就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 Rita 书后有哪一个？这是你们之前办活动叫做月月有今宵，要一秒也懂 TPA， 然后有导览路线图，我们就看到做火在这边嘛。好，太佛凤。就是这一条街，然后还有太佛凤的土鸡风味城等等啦，很多名字。然后你们办的这个活动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刚刚讲的，社区要怎么样可以往前走，其实这个巧思就在里面，对不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初的构想。应该说月月有今宵是我想把这个是2天1夜的露营活动，然后想另外帮他取名字，是希望说。这个名字可以持续下去，就是延续做使用。然后会想这个名字也是有2个原因吧，我记得，就是月月有今宵嘛。然后我们是希望每个月在宵里这边，
我们都做活都可以定期的有活动去释出，然后让人家可以每个月来看我们有不同的活动在这边。然后另外也是因为那是一个露营活动，所以那时候在想名字就想说啊，那大家就是把月凑起来，不就是朋友的朋嘛？然后就变成朋友，然后今宵在今天的这个晚上，因为宵比较近似另外一个字是大家常打错，就是那种宵夜的宵，对，就希望说大家在这边过完一夜之后，你就可以变成我们的朋友，然后你对这边就有印象，这样有意思哦。如果把这个有没有的有改成朋友的有，就是朋友今宵来相聚吧。对，按你的意思吗？对。哦，按你们一个从一啊。我们讲到就是说如何让社区更加的活络，或者是让社区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你们办活动的时候也加入在地的元素，有一些米食，有一些编织，是吗？对。然后就是在流程里面我都有加入一点，就是他们社区里面本身在协会他们就有办，可能编织班啊，或是舞蹈班，然后他们婆婆妈妈他们也都会做米食，就是做那个班内，对，做班内。然后我就想说，在那个活动的流程里面把它给放进来，让人家可以做体验这样。同菜体嘅沙期本来嘅发通有结合。对，就是不会好像跟他们分开的感觉。每本记得共下来参与，有支持的感觉。其實冇簡單哦。等下節目多陣嚟嗬，繼續同大家來認識到底沙期創成做點樣去做，也講也後生人記得佢想法，有哪度嘅本大家共下來認識嘅哦。大家轉到節目當中來 ，Rita 今半夜喺節目當中呢，然後你當後生嘅部分呢，共下來認識喺桃園八德啦，你要加當特別的小里這個社區哦。剛剛聽到博翰在講，你們組這個奏會哦，因為有幾個閩客的文化背景，那你們選了一個很棒的創生基地，是在一個人工嘅貨房的地位，係嗎？幾種使用嘅請壓嘅貨房？當時會找到，其實我們算是。那個伙房最邊間啊，就是那個伙房其實已經不完整了，因為它閒置很久。然後當時是因為就是剛剛講月傻嘛，然後學校主任，所以他是帶我去認識那邊的協會，然後跟協會的總幹事他們有聊到說啊，我們以後想要有一個據點，可以讓同學進來到社區裡面，然後去做駐點。所以後來總幹事才幫我們去在大伙房街上，然後找到鍾叔他們家他的老房子，就閒置了20多年。蒙年代，完全蒙年代。對，大家都搬出去，然後前面有一些部分已經就是重新翻整過，只剩左半邊這邊部分是還保持着原本三合院的樣子，這樣。我記得同意就不用掉講，好，做得來用，還是要跟在地社區接軌，對不對？比如說在地的這個原本的協會啊，同記得接觸啊，他們會帶你們更快的認識在地一些人文啊，或是有一些長輩啊等等。就是說，剛開始這個溝通銜接都很順利啊。都很順利，也沒有，就也還好，就是透過協會跟協會，比如說總幹事他們認識了之後，他們都很友善，這邊溝通很順利嘛。然後可是比如說進到我那空間裡面的時候，要開始要整理的時候，大家鄰居會看啊，會問那個就是屋主鍾叔說啊，你那個屋子就是小朋友來要幹嘛？就這樣，然後或是可能來問我們。然後可是如果我們講得太複雜或什麼，他們其實也沒辦法很好的去理解，所以我都會說沒有，就是我們要來辦活動，然後介紹一點社區的文化啊或什麼這種之類，然後我們就看到我們慢慢弄。現在就都還是在混個臉熟啦，就是大家看過你熟悉了之後，就會對你要做的事情會比較願意去關注你要幹嘛，然後比較願意去聽你要講什麼。故事按你講來哈，時間嘅累積係當重要呀。你除咗啲嘅邊，記得看到也後生嘅認真哦，咱們有一個你嘅認同什麼？不然你剛開始去的時候，他們就呀嘅後生人都在做乜嘅呢？對，我剛開始去我都去那個，因為我們那個
我那个屋主是姓钟的嘛，然后他其实不要讲全名好了，他就姓钟，然后他隔壁是他堂弟家，然后我之前一开始去的时候，我都跑去他们堂弟家，他们有一个铁皮屋搭的小寮子，然后他们是下工之后都会在那边喝酒，然后我都会跑去那边就是打招呼，然后就跟人家喝一下，然后就认识一下，对，认识一下，然后他们就会带我稍微看一下，就会讲，他们就会应该说就是慢慢传，就可能我只认识他们这一群原本，然后可能慢慢的其他人会知道，就是他们的可能在堂弟什么也是有些也是住附近的，然后就会知道说我们在那边这样。古时候人生人当中有哈，就在外真的要靠朋友哈。估计沙起竟然爱动手以后，你做懂的事情推通呀卡里片，跟人家落伍诶，你说他已经闲置很久了，跟你的呀老给编中你的给董琼潘公司你们的基地哦，该有法青楼时间青楼钱来整理吗？现在还没有花费到非常多，就还是压在。不超过10万块哦，因为我们一进去看到的是，有3间，就是可以借我们使用的有3间，然后有2间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有1间是它的那个屋顶已经塌掉了，所以就变成是我就先舍弃那间可能要花费比较多钱的部分，然后先整理后面看起来比较完整的地方，对，先整理完之后就拿来先做使用。每次落伍诶哈，对我来看佛房，我觉得有种特殊的情感，因为细时节，我嘅叔伯啊、阿公阿婆啊，还有待在佛房，然后我就觉得那里是一个充满真的就是家的味道。所以如果这个做活的基地在这边，你们自己可能以前没有住过那个佛房，落来看其他人有一些回馈吗？有，但是他们的那个印象。就比如说我隔壁阿叔家，他们从小也是住这种三合院大，他们那个印象就没有像你刚刚讲那么好，他们印象比较像是就是晚上很可怕，然后晚上虫子又多，然后那个厕所又很黑，然后以前的那个厕所那个都很臭啊什么这种，或是旁边有猪舍这种，因为其实旁边可能都会搭猪舍这种，然后或是那个竹林那个沙沙那个声音很可怕，对，所以他们跟我分享都是这种，可是我自己进去我看到的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不是住在这种大家庭式的生活环境里面，所以看到他们的东西或者是摆设，或者是以前人是怎么在把这间屋子起起来的，了解的这些历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不是在我过往的生命中会出现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也觉得你嘅收获啊，哈。对啊。古时候呀，做呀沙期嘅冲绳哈，也讲较后生，看阿叔阿爸哈，也讲叔公记得来看你的，他们会特别照顾你们吗？他们会啊，就是像我刚刚不是说没有花什么钱嘛，但其实里面都空空的。然后除了隔壁阿叔家之外，还有那个。忘记阿姨住在哪边，好像也是住在我们那个上去有一条叫坎顶路上面，那边附近。然后他们家就是有那种旧的家具要整理出来，因为他的媳妇跟他儿子他们想要购置新的家具，所以就把他以前可能嫁妆的那种家具就清掉，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所以我现在里面的那些看比较旧的啦，就是比如说竹藤的那种沙发，或者是那个这已经是古董了耶。对，或者是那种不是以前那种木椅很漂亮的那个也是就是搬来的，都搬来的。然后原本的那个贵妃椅，然后也是中叔他们本来就留着，我是把它擦一擦，就拿来用。你要买亚的东西哦，可能比我们平常现在买那种新款的这些家具还要贵哦，这已经是很贵，是宝物了耶。对，刚好跟这个凤凤懂搭堆呢，刚好很搭配，而且它其实每一个家具都变成有它的故事哎。对啊，就是可以，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之前其实，比如说我说在整理房子嘛，其实也有老师来。然后就是可能看我们在整理的过程，有些老师是他应该说比较有那个情怀在，他是希望说，你怎么没有都把这些东西往复古的方向，就是仿照他以前的那种方式做，你为什么要以这么新的，比如说轻钢架先来架他的那个
门窗，然后那时候听完就那个，我心里想说你还做没？他说你又没来帮我做，然后我后来想想，就是其实他有那样的情怀是对，因为他有那样的生活经验跟那个背景，所以他会怀念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可能比较没有，我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比较像是我去听他们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件故事很有趣，所以我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后来在整理的时候，也有受到老师的影响，我也就是把可能窗框啊，我还是要用新的窗框来透风嘛，但是我把旧的窗框整个保留下来，放在我的那个空间里面，就是变成有点展览的概念了。对，就是虽然说我还是把东西换成新的可以使用的方式，但是它的故事就还是保存在它原本的物件上面。所以我的想法就比较偏向是说，我觉得像老屋这种，他们会闲置，就是因为生活方式已经不一样，然后但我们要去让它变得可以使用，可以符合像我们进来要做一些什么活动或什么事情这样子，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活下去。那进来的人还可以透过他原本保留的这些东西去讲一点故事。对，我的方向就比较偏向是这样子。要黑某 Q 用石头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火花。就可以大家可以开放讨论，知道吗？比如说亚得一个空间低度，它发生了很多事情，可能是有文化的冲突。好，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优质的对话，我觉得它是一个良性的沟通跟互动。不是我还看到你们说在共享一个空间的时候，它的价值就跳出来了。好。然后上一次松宇团员讲到这个月月有今宵办这个活动之后，你们还办了一个成果展，还办了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其实你还特别做了这个卡片，特别有请博汉同太讲念一下，要文字给下哟，大家看讲，哎呀，让人家下给，一个我知道懂有生命的感触，你为大家念一下好吗？好，我拿到这前面这张好。好。这个我写的是，他是写草地的孩子，然后我念他们要的很少，只有假日能够奔跑的大草坪、飞盘，还有随时能抓住的你的衣角。然后这个其实写这些东西会放在成果展里面，都比较偏向是去年应该说当年的那个计划做完之后，自己的过程中有感触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像刚刚我念的这篇，它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不是办月月有今宵这个2天1夜活动嘛，然后我就看到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他们都带了不止1个小朋友，或是2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一带，他们一家人就三个，我看到有4个的，对，就是一整个就是大家整个家都带来，然后生很多小朋友这样，但是他们可能开的车或者用的东西也不是说那种特别。你不是感觉到他是特别有钱的，就是你感觉他就是一般的父母，可能中产阶级这样，然后就在回去的路上还器材、录影器材的路上，就跟朋友讨论，就是也是跟我同届的，他就跟我问说，他说我们其实都觉得说好像生小朋友很难，或是照顾小朋友很难，好像生一个小朋友、照顾一个小朋友要花非常多的钱，所以。年轻人就是我们可能就比较偏向于那就先不要生，然后或是等以后再说，或是到几岁再说这样。但是在看完这一次了之后，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小朋友，也许在照顾他的时候，你比较多的是需要陪伴而已，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到非常好的物质条件，或者是培养他的才艺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就只是希望你可能在。某一天，或是某个场合，比如说带他来像我们这种录影的活动，或者是你出去户外的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经验产生，有一些精心的时刻哈。对。不过其实生活当中有懂得的感触，可能透过像博汉安那个社区创生，也讲平常时嘅体验嘛。等下节目多阵来继续邀请呀博汉同大家分享，佢要做嘅事情，当然遇到的困难，有懂得嘅成果，等下同大家继续来分享哦。
家转到节目当中来 ，Rita 进步嘅谈到你桃园八大俩的俩小里社区哦，有动冇穷用的故事，动点景行人哦，因为博翰现在进驻在那边，带着团队嘛哈，一起在做算是田调。算是历史文化的这个延续延伸哦。给对你来讲，知道一个小丽沙琪哦，有冇知道青霞人嘅分享文和所有嘅观众朋友好吗？英雄同城嘅。我觉得是晚一池吧，就是这三行。这三行就是台湾这边比较多，就是皮塘嘛。然后以前水利设施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靠这些皮塘啊，或是这些晚一池，现在是晚一池的这些池水去做灌溉。然后。会比较觉得比较有特别，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种经验啊。人家在那边洗菜、洗衣服的时候，我小时候哪有？小时候是住在公寓里面，用那个洗衣机洗。对，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啊，他们是可能有时候早上啊，或者是下午要洗菜、洗衣服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边可能聊聊天、交流。东冲狗嘎聊，就是八卦都是从那边听来的。对，差不多。呀哈，沙琪地度呀，给13行还有在利用吗？现在有，就是那边的话，我那条街上还有，然后再往萧里的那个方向，萧里里那个方向也还有，然后大部分的利用，对，都还是现在都比较少一点点啊，就是可能像婆婆啊，他们会洗一些菜啊，或者是洗衣服的比较少了，就是比如说洗菜叶或是水果这种，然后可能早上或是晚上的时候，因为下午有时候夏天会有外面的游客来，他们就带小朋友来玩水这样。所以那边的水很干净呢。因为它是涌泉啊，它是地下水层破裂之后涌上来，所以它其实晚一池分3块，前面是水源，然后中间是洗的地方，然后是排放的地方。所以就是一直有新的活水，就是往中间走。那大家也很珍惜，大家懂真相，所以只在那边洗一些蔬果啊，它强力就不会有一些化学的东西。这个可以分享，就是有一次我烤肉完，就在我那边烤肉，然后想说啊，那晚一池不是大家都去那边洗嘛，然后我就去那边泡澡吗？没有，我就把我那个烤肉的那个东西拿去洗，然后发现不能这样洗，因为它那个油会浮在那个水面上，然后整层都是油。我后来拿那个吸油面纸跟那个餐巾纸，把那一层全部洗掉，然后把那个水赶快排掉，然后让那个前面的那个水一直换那个水，才把那个事情弄掉，不然被人家发现很好笑。对，古说这3行还有给它资费哦，还是环保，还是一个永续的概念，还是要把干净的水留给后面的人来使用，对不对？对。给对你来讲，谁时间就待在公寓呢？不是说你 hit 到 fall 脚直接踏到土地啊，你就是在1楼整个开阔的，可能还有火塘，然后又有3行，对你来说应该蛮解放的。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因为现在在社区里面的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能年轻一点的是40、50岁的，然后都是我们的上一辈了。对，都是我的上一辈，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像中叔他们就是70几岁，就是上一辈了，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比较悠闲一点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上完工就是上工完之后下班，然后回来到家里面，就可能出去走一走，或是像中叔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去拜拜土地公庙，然后回来，中叔比较特别的是他回来还有在老屋子那边自己烧柴火，然后要洗澡，他不习惯他家那个对，他就是习惯了，他习惯就是回来这边要洗澡，但他还是住在新的家那边。您吃到讲压你的 Loki 哦，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所学，或者是你们用一个新世代的角度跟眼光，怎么样帮助社区去永续，甚至是更突破刚刚讲的本沙期给一的东江的东西给修留下了。这个很难，就是这个问题超常，就是很多人问，然后我自己比较偏向的想法是，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是刚刚讲的学校的 USR， 或者是公部门的一些计划，他们都有补助一些金额。然后我现在都比较偏向是拿这些金额来去做试验，看可不可以去尝试看看这件事情能不能做，然后这件事做的话能不能得到收益。因为
要有一点资金或者有点钱，你才可以养人嘛。不能每次找大家都说哦，我们要来找志工，然后或是我们要谁谁谁留下来，但是你没有钱的话，这些人也留不下来。对，所以像今年度我就偏向是做系列的创作课程，然后我们是要做泥染，就是泥土去染，然后泥染，然后就希望说，在创作课程中，我只拉我那条街上的邻居来做啦，预想上，然后是希望说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可以分享一点他们在社区里面的生活经验，然后我们再把它转化成可能策展的方式啊，或者是他创作课程之后有一个小小成果这种，然后去跟人家做介绍，他就可以自己去讲他的故事，就不用只透过我们来讲。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说这只是我们一直去讲，因为我觉得由他们来讲的是最贴近的生命，对，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跟共同的记忆，那个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比较碰触得到人的，对。可是如果像我们讲出来的话，可能就是导览的东西或者什么，这种就比较死板一点。给我哋也还有新的计划啊，就是讲也哈这个你的屋主就是钟叔嘛哈，钟先生哈，他有几个故事，听说他生活也是很丰富，又会这个好像观落阴啦，又够几个大片呀用哎，你们是不是有在做一些新的构想，想要把这样的故事变成一个新的呈现？就是构想上的话，就是我其实每一年度我都会想把这些听来的故事给记录下来，转化成文字，然后背后再搭原本听来的这个故事。然后其实像钟叔，他不是会观落阴啊，他是很喜欢去看人家观落阴。小时候，然后很神奇，对，然后他喜欢一些未知的事情。对，他觉得那个很有趣，他想要去看，就跟我分享。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他不是会打拳嘛？那个白鹤拳是他们那一辈叔公，他们刚来台湾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会教他们，有开一些像是国术馆这种小的，然后去教他们做。然后会聊到这个，也是因为就是朋友在那个观音那边，就是红林徐红林，就是伯公下这地方协会，他们最近在做那个客家的方口诗，然后就去问钟叔说啊，人家观音那边就是正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以前小里这边有没有人在做，比如说像舞狮啊，或者是打拳啊，然后他才跟我分享这样。隔壁没有就有大片呢，该单位。所以你要把钟叔他们那个时代哈那个社区的故事来记录下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透过这些媒介，就是多多少少可以记录一点。我希望是可以记录到偏个体上面一点的东西，比较不像是回归到他们的生命，不是只是整个区块，比如说小里以前的发展脉络是怎么样。我觉得讲大家的故事会比较有印象，或者是比较贴近人一点。较有人情味就错的。对啊。所以当初你韩国去，记得就讲，不认识爸妈，来要不认识，就按那些嘛。有时候啊，对啊。给他做都给算是正式进驻第2年嘛。对。还会继续做吗？要啊。还会。该也有读到蛮困难，觉得很需要跨越的吗？有，这可以讲很长还是我讲去年的。好啊，因为我今年还没有，今年还觉得很顺利，对不对？有今年有筹组到那个负责人，我就觉得很棒。然后开第一次会，就觉得终于有这么多人可以一起做，有规模了，那是一个成就感嘛。就会觉得说你就不会有自己在做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事情很杂，前置作业的东西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繁杂。可是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去发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有趣的，办活动是比较好玩的。古松也给团队听起来应该就说组织应该是蛮完整的，大家的分工也达到一个蛮平衡的。好，我们刚刚讲去年也唔好的东西，我帮你丢掉。很有新的味道啊，非常期待在这个小里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溪的冲绳有一个新的风貌。刚刚讲到人的故事做的一直呈现，因为人的故事堆叠起来就是这整个完整的社区嘛。哈，没祝福我们的负责人。做武汉同样的团队做得一步一步行到动身区、动踏实，也让
更多外界人进来认识这个社区。感谢你的付出。案子 C， 案子 C， 今日堂内博汉佢来分享，佢到做会也嘅团队啊，知道好生人家入有嘅新嘅眼光来看沙期嘅老人家咪向下来支持，大鹏也到前边哦，咪相信台湾各个角落有众多神奇嘅事情都在发生，我们透过一个地方。不断的去认识，就做得看到很多新嘅生命力咯。今日再次感谢大家嘅收看，也请大家等下听听先生来做运动，你再来聊聊。